新年快樂啊！堂叔咧前排咧去咗旅行，未能夠咧為大家咧度啲好馬啦，今個賽啦，終於翻嚟啦，2月22號啊，先同大家拜個年啦，新年快樂，心想事成，大家咧贏馬贏多啲，堂叔今次介紹嘅咧係第二場4班千二嘅賽事，都係嗰句啦，未訂閱我哋二度感嘅朋友咧，快啲訂閱啦！只要有大家嘅支持咧，堂叔啦、丹尼老師啦同埋軒 Sir 咧會出多啲好馬咧介紹俾大家嘅。今個賽日啦，第二場4班千二嘅賽事，堂叔首選簡單直接5號潘頓嘅韋達合作踏雪尋梅，3檔出發嘅內欄掂啦，4班掂啦，千二短途掂啦，所有 factors。堂叔減碼嘅喺晒度㗎啦，1、2、3、4檔揀一隻潘頓呢一隻咧踏雪尋梅咧自然係首選啦。踏雪尋梅咧4歲馬仔今季咧初出啦叫做對上咧跑過6場賽事當中咧潘頓咧上一場咧就話用希偉森啦接手啦之前其實希偉森策騎成績咧十分之理想啦喺兩個希偉森霍雲星兩個放頭馬嘅比較好手嘅情況策騎之下咧，都有一個第二兩個第四翻嚟。上一場賽事2月4號406場次跑馬地千二作賽咧，都係潘頓贏翻個第三翻嚟。今次啦轉戰沙田啊潘頓減碼㗎啦呢條友仔想揀翻呢隻踏雪尋梅咧，我哋自然咧我哋要評高一線啦講緊啦，今次做榜咧其實都唔係，雖然上場攞第三，但係咧今次嘅磅數咧都係講緊129，比上一場賽事咧仲輕咗2磅所以咧呢一場賽事雖然上場賽事已經孭到5.2嘅獨贏賠率㗎，今場賽事有機會再高多少少嘅，不過相信潘頓啦，因為潘頓有咁多馬揀揀咗呢一隻潘頓兩隻有一隻嘅情況之下，你唔揀呢隻咧，自然就要揀佢第二隻嘅，所以咧潘頓呢一隻嘅踏雪尋梅咧，自然係堂叔嘅首選啦。次選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馬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不過咧最後咧放咗隻新馬6號嘅快樂共濟賀澤堯呂建威嘅合作，今日騎翻個5檔嘅。快樂共濟咧係今場賽事咧係初出嘅馬嚟嘅，我哋睇翻咧其實對呢一隻嘅血統統計啦，其實呢度都有講過啦。其實未嚟過香港咧之後咧試過兩課集啦，當中咧一個第4啦，一個咧就一放到底能夠成功奪冠嘅，質素咧就有㗎啦。嚟到香港啦，試過4課嘅操練啊嚇，4課操練當中咧3課咧能夠成功上名，而4課操練裏面咧有3課咧都係由賀澤堯咧係親自去試習嘅。所以咧呢隻馬咧都操咗一段好長嘅時間㗎啦。趁今場賽事啦，其實實力嘅馬咧其實唔算話太過多啦。同組一啲新嘅馬咧都唔係話好好啦。自然咧評分低嘅馬亦都唔係能夠有個好嘅表現咧。其實呢一隻嘅快樂共濟咧揀咗好耐咧，終於喺呢一場賽事咧。叫做首戰咧，我自己覺得自然咧呢隻馬咧可以評高一線嘅，所以咧快樂共濟咧成為堂叔嘅次選嚟嘅。最後一隻咧自然咧都放咗落到好多唔同嘅馬嘅，譬如就1號香港仔啦、2號啦千杯不醉啦，包括咧7號嘅大財啦，甚至乎話隻9號嘅閃電武士咧，都係堂叔嘅射程範圍之內嘅。當中咧有啲數據上顯示啦，閃電武士其實講緊布文大衛希斯合作咧已經連續輸咗3場，今場已經係第4場合作㗎啦。講真，今次都係個2檔嘅，其實咧都係好中堂叔嘅減碼範圍㗎，同埋睇個數據咧，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嘅。大衛希斯布文嘅騎練合作咧，合作共咧21次啫，輸咗12次，當中12次裏面有3場賽事咧都係呢隻閃電武士嘅，但係布文不厭其煩，連續騎第4場賽事，加上有個2檔嘅。如果大家唔想揀潘頓嘅踏雪尋梅咧，大家以數據減碼嘅手段咧，其實咧呢隻嘅9號閃電武士咧，自然咧可以大家入嘅拖翻嘅射程範圍。但係咧呢一個咧純粹係講緊數據上嘅統計啫，並唔係今次堂叔嘅考慮嘅焦點所在。反而咧焦點所在咧都係咧大家都會知㗎啦，4班。希偉森堂叔一定係要揀嘅，好多馬迷咧都話，喂堂叔你成日都揀希偉森4班希偉森死我奇瑞咧，加埋呢隻馬前置，雖然騎翻13檔但係冇辦法嘅，因為呢啲馬
誒、之前呢，如果你話今場騎翻千四呢，就未必能夠有揀擇嘅，因為呢對上兩場賽事呢，呢個第四嘅第三呢，都係力弱少少啊嚇，最後呢，咁啊輸個零馬位，但係今場賽事有少少唔同，因為咧今場賽事係千二縮程嘅，對上五場賽事能夠成功養嗰個氣量翻嚟，咁啊自然啦，一放到底嘅畫面未必話太過會出現，但係你話要拖唔拖呢？自然要拖嘅。譬如講緊啊，呢一隻馬講緊啊已經連續兩場呢差唔多上名啦，都第四嘅第三啦。前一場賽事抹咗佢啦，輸9個幾馬位。咁啊，但係再前一場呢，都係能夠成功攞第三嘅，都係前置馬嘅。如果前置馬希偉森雖然唔係內欄，但係你話要整翻個拖腳呢，呢隻天灰不醉呢，係一個好好四平八穩，大家可以揀考慮嘅射程範圍嚟嘅。咁啊，呢一隻最近狀態好嘅，氣量都養成啦。其實上場賽事啦，輸過一個一遊4分3馬位，前一場賽事輸1個馬位呢，我自己覺得呢都係呢叫做有交代嘅。今次縮程希偉森會唔會有另一個好好嘅發揮呢？咁啊，所以呢，呢一隻嘅千杯不醉呢，自然成為堂叔嘅三選嘅。咁啊嚟到啦2月22號啦，咁啊堂叔介紹咧係第二場4班千嘅賽事。首選5號嘅踏雪尋梅，次選呢放咗落去乜嘢呢？澤堯啊6號快樂共濟，三選放咗隻2號千杯不醉。咁啊，你話拖埋腳呢，可以考慮埋呢一隻嘅布文呢隻閃電武士啦。咁我哋交俾下一位拍檔講下一場賽事。大家好，我係丹尼啊，咁啊，翻到嚟咧就年初六啊，咁啊就跑呢個沙田11場馬啦，A+3跑道，咁啊幫大家分析翻尾場啦，咁啊1,400米，咁啊3班嚟嘅，咁啊呢場馬咧，咁啊都有啲馬都係想進軍呢個4歲系列賽事最尾，睇下仲有冇機會嘅一啲馬啦，咁樣。咁啊，呢場我嘅首選咧，我揀翻呢隻4歲馬，咁啊就係呢隻7號嘅幸運風采啊。咁啊，幸運風采呢隻馬上場咧就跑翻第4啦，咁啊同情嚟嘅。咁啊不過咧就騎師就就霍雲星咧就唔騎佢啦，咁啊就去跑呢隻偉金主咁樣。咁啊唔緊要嘅，咁周俊良一樣都 fit 嘅，咁啊。上場呢隻馬咧就14檔啦，後尾跑翻第4啦，入到嚟。咁呢場5檔嘅形勢就好咗啲啦，咁樣。咁啊呢隻馬當然血統上其實去到中距離都冇問題嘅，冇係啲都係中長距離嘅馬嚟嘅。咁啊佢呢場嘅形勢好咗，上場咁樣追上嚟咧，我覺得其實咁你換咗形勢，其實就會好跑好多。咁啊上場其實都係輸個零馬位俾加上騎兵同會當凌啫，咁樣。咁同展呢邊話一齊衝上嚟。係咪？咁啊呢場形勢換咗，絕對咧有機會咧就贏馬二回啊！咁啊，所以隻馬加上由達榮最近出擊，同埋係我嘅首選。咁啊，次選我揀翻隻2號嘅任心星啊！咁啊，任心星啦，黃志雲啦，咁啊落翻班嚟跑咁啊。咁啊，呢隻馬今季唯一贏馬就係黃志雲啦，咁啊就係同情嚟嘅。咁啊，當時76分，咁啊孭住126磅咧，13檔咧吸埋去咁樣，咁啊擺喺前面最尾咧就呢個贏咗呢隻當時仲 fit 嘅勇冠群英啦，後面天賦一定掂咁啊超勁赤兔，當然水準唔係特別高，咁但係當時隻馬唔係好 fit 啦，咁樣吸埋你前面快步之下咧都贏馬二，其實都質素好高嘅，咁啊只贏得精彩，咁後尾其實都真成1650米同1800米，其實睇落都要跑245啦，其實都跑得唔差嘅，咁但係明顯好似即係短啲反而更加好，咁呢場14檔，我覺得即係可以重複嗰場咁嘅跑法咧，咁啊形勢都類近呢場，其實咁啊對手你話其他係咪有好多分喺手咧？其實又真係好多唔係好多馬睇嚟係即係有贏馬能力嘅喎，咁啊所以咧我呢隻馬點都要翻住噶啦，咁啊操到都操得好啊，咁啊磅數都回落翻，咁啊呢隻馬我點都要，咁啊就係我嘅第二選。咁啊！呢場我嘅第三選咧，我揀翻隻啊，就係呢個9號嘅極上妙龍啊！咁啊，極上妙龍呢隻馬就以兩出兩捷啦，咁樣上場1,400米初次登程咧，都贏馬二回都輕鬆，咁個時間都好快，咁直頭係3班贏馬時間嚟。咁呢場升班減磅，咁啊更加好跑啦。咁嗰場後面佢即係跨境象馬跑得好啦，除我同來跑得好啦，咁樣咁啊，完全係個水準都唔低嘅賽事嚟嘅。
咁啊呢場咧升班，咁啊都做啲貨都操咗足晒嘅，咁隻馬其實睇你個口都好似仲好咗啲咁啊，咁啊潘明輝揸到實拉啊，呢隻馬就絕對咧都係一隻有機會扶搖直上嘅馬嚟㗎啦，咁啊90分我覺得冇就甩嘅隻馬高質嚟嘅，咁而家仲係3歲，咁啊絕對好馬啊嘛，點都叫翻住係呢個第三選。咁啊，呢3隻馬之後，咁其實我覺得我會叫大家睇埋隻12號嘅，確好勁咁啊！呢隻馬落翻嚟跑1000-4米咁啊，之前都追得幾好嘅。咁啊，當然未必會好冷，但係都唔會好太熱嘅呢隻馬。咁之前其實佢都追維金主嗰場同跟好騎兵一齊跑上嚟啦，其實追上咧輸少少嘅啫。咁呢場個形勢又好啲啦，咁啊前面都有啲快馬喺度放嘅話，咁我覺得佢有機會咧就再次跑得好嘅。咁啊有半冷嘅時候，咁啊4連環我覺得點都要捉翻住佢，咁啊特別係尾場4連環會比較好分啦。好啦，咁啊丹尼咁啊推薦嘅首選，咁啊7號嘅幸運風采，次選2號嘅人心星，咁啊第三選咧就係呢個9號嘅極上妙龍啊。